但我是别觉得路脚起是来了我就买了吧，他是基本上的些个买的，我就讲的大过人买的，他是那么你们来就是这别老家，那就是就新买的，别讲老过的，别这照顾的，错了照顾的，多么难过的，说这就起过了，但第一个了，说但小就刚来看到的小来呢，他刚来突然没讲南家上去，结果他们没把那东儿。什么节都过来讲的，那全我县的台北用的上级军队的解救器的，去年是那样旅店，他老让人下，他的旅店的来讲，那可是那样还国家进门都，你这几个几进罗车都朋友几个的这种双八几个那么的这，俺来老千万的这些，咱都全万的这些，俺看到去有水哈过，他的叔叔给去了台北有旅了那这没，那也这全部的这些，他老大什么去，所以同个他去了眼生的一些个过呢，刚来家头去过来。我就读书的个嘞，个嘞，没说呀，他来了的你，读书的来了了，他天天给我去了，没都是，10年了你打死是吧？他天天上门嘛，打小，我天天去上的家里呢，去的，我天天小，天天去啪，不叫小家个人个做。他天我都去了马当西公园了，他去了俺生的书吧，东儿同来的书吧，那些了前面的书吧，他天天同他提给他。叔叔个军出门没就把去，他娘们跟出门再把去公园了吧？现在出门没别去了，18趟子，他的18岁的金把出成18去，他尊重谁的吧？尊重谁的？他别怕的，看的这个嘞，几天来的别想我看的中国人呢，门的民众会纠结了吧？叔叔特别的，现对呀，看的就呢，他能也不得当年给尊重出钱不捐呢，些个嘞，头个。那尊重没呢，来了讲来点个就呢，尊重的来了你不对卡对了吧？尊重没我送给的来了没我送给的尊重是吧？但我是别觉得路脚起是来了我就买了吧，他是基本上的些个买的。